近年澳門小食遠近馳名，吸引各地嘅旅客慕名而嚟。兩名本澳青年捉緊機遇，半年前開設以葡式小食為主打嘅店鋪，希望通過美食傳遞澳門文化，打造具代表性嘅本土品牌，令到更多人了解澳門嘅獨特魅力。咁建議商戶可以喺文化同埋客戶體驗着手，展示馬介休喺葡萄牙傳統醃製技術到澳門本土創新嘅演變過程。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就可以賦予馬介休獨特嘅歷史價值啦。咁用軟性營銷嘅推廣手法去吸引客戶。咁商戶亦都可以嘗試製作一啲解說短片啦。咁喺營運上設計互動體驗嘅環節，例如開放馬介休嘅製作過程俾客戶觀摩啊，又或者佢哋可以自行親自 DIY， 亦都可以咧喺優化包裝設計上面着手，融入中葡文化元素，令到馬介休可以成為傳播文化嘅載體。咁建議商戶可以採取線上同埋線下嘅整合推廣策略嘅。咁喺線上，商戶可以定期發布一啲製作馬介休同埋文化故事嘅短視頻，咁就可以同一啲旅遊美食嘅 KOL 建立深度嘅合作嘅。咁喺線下啦，亦都可以喺鄰近嘅景點設置一啲推廣活動，咁包括一啲試食活動咁樣，亦都可以嘗試同旅遊平台又或者銀行咁推出一啲聯動嘅優惠，例如話參加我哋中銀特色嘅商戶計劃，咁可以透過一啲文化體驗同埋一啲優惠活動嘅雙重吸引下，提升呢個品牌嘅知名度嘅。建議商戶可以喺多維度咁樣發展嘅，咁喺產品研發上邊啦，可以嘗試設計一啲伴手禮嘅組合啊，咁又或者推出一啲季節嘅限定款式。咁喺商店嘅空間規劃上咧，咁亦都可以打造一啲融合到馬介休文化嘅展示，例如設置一啲網紅嘅打卡嘅複合場域咁樣。咁商業模式啦，咁亦都除咗零售啦，咁公司亦都可以嘗試 B2B 嘅模式，同其他中小企啊企業合作，咁少量批發供應一啲馬介休去餐廳同超市度嘅。近期政府亦都推出咗一啲中小企嘅援助貸款計劃啦，咁中國銀行亦都有推出社區興業貸款銜接嘅，咁商戶可以嚟到銀行申請貸款後，再向政府申請利息補貼，咁就可以補充翻公司嘅營運資金啦。